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英叶牧师。12月19日，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们今天读的记载在约翰福音21章，也是最后一章17节 RPG。我们要这样是来用它来祷告。彼得因为耶稣一连3次问他：“你爱我吗？”就难过起来，对耶稣说：“主啊，你无所不知，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约翰派伯牧师建议我们必须要每天读圣经，提出的10个观点中第9个，每天读经可以正确解析经文。今天的经文就很需要很正确来解读哦。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的话是经过很多年不同的语言所翻译的，在当时候的背景文化我们也要来了解。就像那个提摩太后书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那么我们呢，就要用正确的话，就像我们在职场被委托去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如果我们没有确定主管要我们做什么那我们就太可惜，我们可能做错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很正确知道他神的心意，他要我们怎么样来读，然后正确来认识他，然后我们才能做对的事情。今天耶稣在最后的这个章节说到他怎么样子跟彼得、雅各、约翰、多马、拿但业，另外还有2个门徒，他们一共7个人。我们看到他们旧的生命因着耶稣上十字架，也让他们看到摸到主，天天跟摸到主他们也经历到领受神的圣灵，但还是会有那种老的生命、旧的生命。所以彼得有一天突然对其他门徒说：“我打鱼去了。”结果大家都跟着去我们看到那种人旧的生命在软弱当中很容易彼此受影响，我们感谢神，圣灵，我们领受圣灵以后他护卫我们，也让我们能够彼此勉励，彼此提醒。因为我们旧有的生命没有被更新，我们就很容易往下沉沦。所以同伴的影响是很大，所以我们应该要彼此来提醒。每天要读神的话的原因之一，真的也是在这里我们属灵的伙伴，因为我们离了神，离了主，我们就得不着什么，我们做不到什么。我们看到再次在他们整夜打夜没有得着什么，主再一次提醒，离了主在这世上追求什么是归于空。我们的主必要管教带领我们，所以我们看到最后我们的主怎么样来恢复他们的信心，而且要他们领受之后，他们也去兼顾人的心。我们难免都会灰心冷淡挫折，但主对我们说话，我们就可以爱火重燃心中的那个火热所以我们怎么样领受神对我们说话？当然是看圣经看圣经。所以呢，我们在今天的经文持续说，这个复活主向失望的门徒显现。我们常常忘记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外面可能很追求，但我们忽略主的同在。我们知道主一直都在，是主像今天我们的看到的经文，主动向他们显现，但他们还是不知道是到后来他们才醒悟过来所以我们有时候真的被环境所旧有的思维，我们所以被困住了。
但我们的同伴之间，主主动离我们很近，而且我们的同伴约翰首先喊出来，对彼得说：“是主。”让彼得他醒悟过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是主是一个重要的开启，让我们信心的眼光，让我们醒悟过来，看到主一直都在。我们只要跟主连结，我们不要离了神，我们跟主连结，我们在生活中是可以察觉神，因为神乐意让我们知道，除非我们的心眼被蒙蔽了。所以我们看到主用爱来恢复门徒，但是我们看到一个很矛盾的事情是，门徒中没有一个人敢问他你是谁，因为其实他们知道这是主。因为这个事情曾经发生过，他们也因为这样子捕不到鱼，最后鱼很多，他们已经知道是主，但他们高兴的不敢相信，或者是说他们不敢相信再次被那个十字架上曾经神好像离开他们，那个失望感又袭击。所以在这里他们不敢问，其实是有很多的内在的挣扎。当我们看到主主动的显现，非常的体恤他们，体贴他们，主一再的显现，先问他们，并不是说你们来这里干什么，主没有马上就责备他们，你们怎么可以忘记了你们的使命？我前2天才复活向你们显现，你们怎么现在这么没有信心啊？又不出来捕鱼啦？主没有说，没有一句话都没有，而是体贴的问他们说：小子们，你们有吃的没？这是神的爱，满满的爱。我们的主也是这样对待我们哦，他关心我们，他要我们恢复对他的信心，再次来领受，然后神的呼召。我们从3次我们的主问彼得就知道，主要在这问的话当中一次又一次来坚固他，一次又一次的让他知道主知道他。我们知道这个原文呢，这个 phileo 跟 agape 是不一样的。主3次问彼得都是用 agape， 彼得不敢回答，只敢用 phileo， 就是人用兄弟之间的爱来回答。到了第3次，主他自己说：你愿意用 phileo 的爱来爱我吗？主愿意为我们降下那个标准。你先从人的爱开始，看得见的爱来开始，一下子就跳到无条件的爱阿嘎贝，人可能没办法承受。但我们的主，他愿意按照我们的内心生命的刻度来调整，让我们一步一步跟随主。只要我们愿意回应喂养主的羊，回应神所托付我们的，即使我们失败了，主会主动找我们，恢复我们，使我们恢复对主的信心，对自己的信心。
亲爱弟兄姐妹，让我们透过约翰福音真认识他，真知道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使我们真能够来经历他因为信而得生命，而且让我们得的更丰盛。我们来默想主耶稣对彼得3次的提问，你爱我吗？以及彼得的回应，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这3次的问答是否触动了我的心？我再次的决志为主而活，我愿意从哪里开始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爱我们，你赐下这么多话，特别是在约翰福音，让我们真知道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真的是我们奇妙的救主，我们的主。读了这些话，使我们真正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主啊，谢谢你愿意一次又一次来恢复我们的那所有的软弱跟疲倦，恢复我们里面所有那些不合神心意，你来建造我们对你的信心，对你的爱，好让我们愿意起来紧紧跟随你。谢谢你爱我们，呼召我们，使我们知道我们生命的意义。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邀请你，今天我们来听这首歌《我美好的救主》，成为我们今天一整天的帮助，让神的爱充满我们，带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决定，每个步伐都在神手中。我们明天见。